讲道要伫信心来祈祷，请曾牧师。也祝大家平安。咱要领受上帝话的祝福进前，咱搁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自执伫你的圣殿内，阮要敬拜你。你堪伫阮敬拜，你至尊，你荣耀，你充满各种的好。阮亲近你，要得到上帝你的好性情。阮亲近你，要领受圣神的充满。愿你降临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祈祷中，进入阮的心内。愿你将你的权能，将你的圣神放伫阮的内心，改变阮的性情，改变阮的心思意念，改变阮的体质，互阮无搁再伫这个世俗的世代，俗单单追求血气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你的话来享受阮。你互阮会当真侪信仰的前辈，迄种的情绪，迄种的信心，迄种的能力，愿主你甲阮同在，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要做伙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祈祷。3个外月，咱有真长的时间无法度面对面做礼拜，但是咱犹原有真侪兄弟姊妹甲牧师。通过各种的方法，咱做伙祈祷。我会深深发现兄弟姊妹伫这段时间，恁对祈祷的脚步，嘛有真侪人开始养成家己祈祷这种的态度甲习惯。所以今仔日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来领受一个真特别的祝福的祈祷。咱爱真做一个祈祷的基督徒，因为祈祷要改变咱甲上帝的关系。祈祷上重要，毋是讲我求什么就得什么。祈祷最重要就是，甲咱的上帝通过相信，咱做伙结连，成做一个属灵的人。今仔日咱要对但以理伊的信仰来得到智慧，愿咱的囡仔会当亲像但以理，伊伫任何的世代顶悬拢清气，无愿意互这个世间的物质来拍拉散伊的心思意念。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对犹大书。咱来学习到信仰的3个真要紧的功课。第一，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；第二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；第三，就是我靠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常常踮伫天父上帝长阔关心的听的内底。犹大书20节、21节，歹势牧师伫周报顶悬留互咱的书会所读的圣经是22节，迄是毋对的。伫无意中无注意求天父上帝怜悯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都会到伫这个正确的这个犹大书所互咱3个真要紧的灵修、读圣经、祈祷，进入上帝一定的保守。但是牧师今仔日有要解说的就是怎样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操练。多数基督徒拢误会。咱感觉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咱去参加培灵会，有一个真敬虔上帝重用的牧师，伊去做讲员，伫个礼拜中间，咱拢真卡无。伫礼拜要结束之前，伊呼召讲：恁若有人愿意受上帝祝福的人，恁来到头前，牧师甲恁换手祈祷。咱真侪时阵，咱误会讲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迄种的祈祷。爱有一个大能力的牧师，甲咱换手祈祷，咱才会当得到圣神的充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其实毋是。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咱安静落来。当咱安静落来时，咱进入咱的内心，圣神伫迄个所在咧听候咱。咱进入咱的内心的是伫咱的心内，用脚步、用礼拜、用亲近。咱甲阿爸天父上帝讲，主啊，我来追求你。伫咱的内心静静甲上帝亲近的时，这个祈祷就是伫圣神内底的祈祷。这个祈祷要彻底上改变咱，所以伫圣神内面的祈祷非常个人的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带着一个真大的脚步为恁祈祷，
也渴望这个圣神就踮伫恁的内底，互恁有好性情，互恁有圣神的充满，真做属灵的人。你若了解今仔日的圣经的故事，甲这个经文对咱的应允，恁就会较无。你甲上帝祷讲，我要真做一个属灵的人，因为上帝你的圣神踮伫我的内面，我就要有好的性情。请你但以理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两个真要紧的礼物。第一，真正真做一个会晓祈祷的基督徒，得时不得时，行路做工课，敬虔安静做礼拜。任何时阵，你若想着上帝，你拢会当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第二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开始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灵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咱要甲上帝祷讲，上帝你赏赐这个但以理，以这种坚定的信心，主啊，你嘛赏赐互我。伫咧读但以理书的是总共12章，伊对少年到年老，伊一生的故事记载伫但以理书内底。伊的故事，伊的品格，伊的灵性，互我去想到一个人，叫做John Wesley，约翰卫斯理牧师。牧师甲恁分享过伊的祈祷，我真爱这个卫斯理牧师伊的祈祷。伊讲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真做一个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，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上帝的人。卫斯理牧师这个祈祷就亲像但以理，伊什么拢无贪恋，伊独只有恋慕咱的上帝。伊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讲得罪上帝。所以一生用敬虔的心，真做一个属灵的人，连死亡临到，伊都唔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对古早但以理到卫斯理牧师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因为咱的教会真长期拢用卫斯理牧师的祈祷做咱的祈祷。卫斯理牧师毋是干那为着家己的信仰祈祷，伊嘛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！我的教会免大间，你的教会免大间，但是求你赏赐我100个同心合意的人，是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，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得罪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这堂教会真长期以来，嘛是安尼祈祷。对20-20个人，后来到30-40个人，到50-60个人，70-80个人，后来上帝互咱的教会有真多的祝福。有三天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组织，咱的教会真多有100人来做伙做礼拜。迄个祈祷犹原继续，因为100个人的人数，无代表100个人的勇士；有100个人做伙做礼拜，无代表100个人拢愿意像但以理，全然敬畏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通过但以理书。伊讲，伊是一个有上帝圣洁的神充满的人，伊是圣洁的上帝的神充满伫伊的人生中间的人。伊大有能力，心内光明，有智慧，会通开拓，甚至连人梦中梦到的，伊嘛会通了解，因为上帝互伊知。这是但以理。第二个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犹大书，伊足底，伊袂当讲做一本圣经。伊只有亲像一张批，犹大书是一张短的批，无分章，所以伫这个中间，伊真短的中间，伊咧讲起初代教会所拄到的艰难，有假先知，初代教会基督徒伫接受道理了后，有时受搅扰，有迄个外面的人，亲像魔鬼，像着贼仔入来，开拓分散因，直到因心中的信仰就世俗化。所以犹大书伫迄个中间，伊就提醒兄弟姊妹讲：咱爱坚持圣经的话，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。第二，我靠圣神祈祷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进入圣神的内底，伫你的内心祈祷，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第三，毋是咱熬，既然咱会当得胜，一切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所以咱的一生要活出圣洁的爱。活出圣洁的爱，互上帝听，加做咱最大的力量。犹大书是一个黑暗的世代，对基督徒真要紧的一个祝福。伊是耶稣的伊的兄弟犹大，耶稣的兄弟雅各犹大，
因伫初代教会真侪真要紧的起造教会的人，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甲上帝讨，主啊，互我伫上帝你的话至圣的真道，伫即个真正信仰真道，即个神的顶悬造就家己。所以基督徒做礼拜、查经、灵修、安静的祈祷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造就一个健康的灵命。所以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属灵的功课，就是造就家己的思想、心思意念，造就家己的品格，造就上帝话和上帝话，正做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第二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然后，互咱的生命正做一个听的记号，互咱的亲人朋友当得福音的好处，活出圣洁蒙爱的生命，活出圣洁蒙爱的生命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为我死，我一生要为你来活。我活的独特的目的就是回应主耶稣你的救恩，甲主你的听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用这个第二句话，叫做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。牧师要提醒恁，圣神内面的祈祷，毋是一个牧师为你欢手祈祷，你得到圣神。当然，这嘛是其中的一项。但是拄则一开始，我就甲咱分享，伫圣神的内面的祈祷，就是进入你的内心，用敬虔的心，用刻薄的心。因为耶稣讲，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，咱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，圣神要踮伫伊内面。你姊妹，安尼意思有清楚吗？就是圣神其实伫起头。伫上帝创造亚当的时，上帝就将伊本身的神放伫人的身躯的顶悬，所以圣神早就踮伫咱的内底。只不过有时咱会忽略，咱会误会讲圣神无爱我，上帝的神离开我。兄弟姊妹，无，上帝永远无离开你，除非你要否定上帝，除非咱否定上帝，若无，这个上帝永远袂放杀咱，袂离开咱。所以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毋是走去外口乌白吹，毋是走去外口用尽所有的气力伫咧求迄个能力。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安静倒来到伫你的内心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流浪足久啊，我竟然毋知影，你早就伫我的心内来听候我。原来会晓即种的祈祷，这叫做甲上帝神合一的祈祷。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，恁会记吗？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。所以意思爱用真心，全然的你的情绪、你的感情，祈祷爱真心，用实实在在你内心的整个的生命。用刻薄的心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来亲近你，求你听我祈祷。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毋是干那你讲互上帝听。这个世间人，多数的人拢有一种的人性本性，就是干那要讲互听，无要听人讲。我毋知恁有发现安尼无？其实伫人的中间的沟通的方式，常常咱拢要做一个有意见通讲互人听的人。但是伫圣神内面的祈祷是一个安怎？你有甲上帝讲，你有讲互圣神听，但是你嘛会晓安静听，圣神嘛要对你讲话。所以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除了你发出你的言语的祈祷，你嘛要静静听圣神伊带来上帝的心意，讲互你听。第三项呢，除了听甲讲以外，第三项。就是当咱拢讲煞了后，这个圣神要搁继续，伊要去上帝的头前为咱代祷。当咱讲袂出来吐气，当咱有迄个无法度发出祈祷的时，上帝的圣神要成做咱的代祷。上帝要将咱的艰难，圣神要将咱的艰难带到上帝伊的面前，甲上帝讲：听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已经用要无法度啊。所以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是三个方向、三个面向的祷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有圣经的话，求圣神怜悯牧师有限
的能力，求圣神帮助恁，互恁真正听到圣神甲你讲，伫圣神的内底，毋是足困难的代志。你只要诚心实意对我讲话，你只要诚心实意、真心对我讲话，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。哇！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来看，伫圣经内底，今仔日的但以理书，伊到底是一个心中的人。但以理书无真长，所听也你姊妹，你若愿意，今仔日倒去下晡，免一个下晡，你会当将整个但以理书12章对头看到尾啊！你问上帝讲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对这个信仰的前辈，但以你的身躯顶悬，来看到一个对我来讲一个真宝贝信仰的功课。我要对但以理书伊的这个生命的品格，在解说圣经的时阵，神的教会真爱用生命的图像，就像你看到这个人，你感觉伊是心中的人，这就是你伫伊的身躯顶悬看到伊的生命的图像。但以理书嘛有伊的，但以理嘛有伊的生命的图像。对一开始第1章第3节，伊讲当伊少年去互尼布甲尼撒王来敬，因为因的国家灭亡，因诚做奴隶，所以这个外邦人来统治这国王，就对犹太人的中间建起了上缘投、上水佮上聪明的，为了敬一群人入啊王宫做伊的妻用。对安尼故事，对安尼开始，四个犹太人因伫正人的中间，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第3节讲，因无爱上国王的好面来拍拉散伊的心，因为国王交代太监，讲这个人甲我饲我肥肥胖胖，互因缘投阁好看，所以用大鱼大肉用酒，但以理甲伊另外3个兄弟4个人。就坚持讲，阮无爱食国王食的大鱼大肉。伊甲太监拜托讲，请你帮助我，互我只有食菜色，食清气的物件。对安尼开始，圣经记载伊讲，伊无爱这个世间的物质拍拉散伊的心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生活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无属这个世间。但是偏偏咱做基督徒，咱又搁无法度互这个世间的假情用真侪这物件来影响咱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亲像但以理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你有感动以理嘛感动我，你帮助以理嘛帮助我。因为因安尼坚持，并无代表讲因的生命生活就无压力。你若注意看，这4个人因拢有拄着真大的挑战。但是因的信心，互因急或不然。但以理书内底有一句话叫做“急或不然”。就算在上帝若无拯救我，我嘛无要放弃我对伊的敬畏。所以因通等到火坑，因通等到迄个有屎的坑的这个坑内底。但是上帝的命令，互因伫艰难的中间，互人看见。上帝的天使甲权能保守甲因三甲伫地，所以第一个伫今仔日，这个经文的中间，牧师要邀请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洗清我，互我伫你的内面真做新的人，新的创造，旧的代志拢真做过去，互我有美好的灵性。这基督徒上要紧的生命的里面，就是上帝荣耀真做你的生命的图像。所以第一个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要互相带导，咱要做伴。咱是一群同学，咱是伫上帝话语中间的同学，无分年纪老少年，咱拢是主所赏赐咱真理活命的话的学生。所以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第一个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我要对但以理。做我生命的模范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讲，尼布甲尼撒王的囝伯沙撒，伊因为亵渎上帝，所以看到一个异象。旧年牧师有讲这个故事，
就是当伊咧车花宴乐的时阵，伊命令伊的奴仆去甲犹太人礼拜堂内底遐个器具金银的杯摕来，互伊啉酒。上帝无欢喜，迄个故事就是安尼开始。所以当这个王看到这异象惊到要死的时，伊的妈妈，圣经有两种翻译讲，王后甲国王讲话，但是佫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太后甲国王讲话。其实正确的意思原本是讲王后无毋对，但是整个的经文中间，你若对第一节读到第5节，你就发现讲，原来这个王后这个字是咧指伯沙撒，这个国王的妈妈。所以伫咧中间，妈妈就甲伊讲：王啊，你的爸爸搁在位的时阵，你的爸爸在位的时阵，伊有时忘记，无法度解释梦。咱的国家内底有一个真有恩赐，上帝圣神甲伊三角地地，伊的名叫做但以理。所以伊的妈妈就甲伊讲，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，伊的心光明，有上帝神圣的神踮伫伊的内底，伊的生命有好的灵性，佮有伊有上帝的智慧，连人梦中的梦，伊都法度解释。亲爱的姊妹。这个故事互咱有一个真大的吸引。咱爱咱的囡仔有智慧，但是更较要紧，比智慧更较重要，就是灵命。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咱拢会晓背，但是咱无实在将本末调互正确，因为咱追求的是一个结果，但是咱无去追求迄个过程甲生命的开始。原来伫上帝面前，咱用但以理做咱的模范，因为伫照圣经的记载讲，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连死都毋惊。所以后来当伊得罪国王的时候，国王甲伊等落塞的迄个血，迄个洞穴内底。但是遐尼雄兵、遐尼歹的塞，竟然无伤害伊。这个人有上帝的能力，所以伫这个国王的面前真多宰相，只有伫国王的下面，伊的地位非常的高，因为伊有法度来讲出人伫梦中所做的梦，这叫做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。有一只电影叫做《不可能的任务》，但是伫上帝就是这么奇妙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会当亲像但以理，伊无愿意互王逐种的好物来拍拉散伊的心。这句话伊上重要的意思是甚么？但以理第1章第8节，拄则牧师讲第3节毋对，是第8节。这代表讲伊的生命无用物质生活做伊的第一要紧，所以伊知影什么是上重要。就亲像一开始牧师甲恁分享讲，当我看到但以理的故事的时，我就想着为属你牧师的祈祷讲，主啊，叫你帮助我，互我真做一个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，什么拢毋惊，敢若惊上帝的人。这叫做圣洁自持，就是圣洁的内底好好保守家己的生命、肉体、灵性、精神、意念拢共款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但以理共款。咱有一个坚持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要真做一个，互你的圣洁，亲像白衫穿伫我的身上的人，我无要互你见笑。天父上帝，你的囝儿无爱互你见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会当决志，但是我无一定会当得胜。主，你帮助我真做一个有圣洁、好的圣洁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伫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讲，主啊，帮助我真做一个属灵的人，亲像但以理。伫圣经中间有真侪受称真做属灵的人，属灵的人最重要的一个真要紧的生命的特质，就是上帝的权能本性、心思意念，充满伫伊的生命的内底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开始，将伊的能力显示互咱。咱无人是倚靠家己，咱伫一生中间会当真做上帝的囝儿，
是因为对天然来上帝的话命充满伫咱的内底。一起头就是安尼，直到咱生命的结束。为什么讲一起头就是安尼？上帝创造亚当夏娃，伊将伊的气，就是神。旧约的圣经叫做挪亚，挪亚这个字就是风咧吹。上帝将伊的灵气分入伫人的内底。一起头圣神就是安尼进入人的生命中间。圣经的创世纪一开始讲，上帝的神运行伫黑暗混沌的中间。你去读创世纪，有上帝的圣神伫水面的顶端。咱的生命就亲像伫黑暗混沌的中间，上帝的神运行伫个顶端。当圣神运行的时，这个宇宙就慢慢叫做有特殊。伫圣神的内底，基督嘛是安尼。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时阵，咱的本性是一个叛变的性格，咱的想法是一个错误的。就亲像咱有当时咧甲人讲话，咱都无清楚，讲甲不明不白，恁有感觉无？有当时愈讲愈火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当圣神运行的时，咱的生命慢慢就会成做一个有特殊。迄个混乱、黑暗、混沌，迄叫做 chaos。chaos 就是圣经内底这个字，就是讲，什么拢无，一切混乱、黑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，伫主的灵命中间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圣神，主啊，求你将圣神赏赐予我。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读到这个圣经每一句话，拢是帮助咱倒来到你的内心。因为上帝圣神早就已经伫咱的内底咧听候咱，愿主帮助咱，互咱进入毋是咱的身躯是一个礼拜堂。圣经讲，人的身躯是上帝的圣殿，是圣神的圣殿。搁较要紧，人的身躯这个圣殿的内底有一个所在叫做至圣所，伫咱的生命内底有一个所在叫做至圣所。至圣所就是人甲上帝面对面受保守的所在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领受伊的帮助。以赛亚11章第20、第30讲到一个真要紧的预言，迄个预言中间讲到一个属灵的人，伊要有7种的能力。一个属灵的人要有7种的能力。迄段圣经其实咧讲起一个预言，就是耶稣。耶稣将来要亲像救世主弥赛亚降临。所以一起头圣经讲，亚瑟的君，亚瑟就是大卫的爸爸。对亚瑟出大卫，后来大卫的子孙，就是耶稣嘛，是对大卫这条来出世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伊讲起上帝要将伊的神放伫伊的内底，伊要有7种的能力。什么种7种的能力？伊讲起弥赛亚主耶稣基督，伊要真侪。有上帝智慧的灵充满，伊要上帝聪明的灵充满。第三，伊要有上帝策略的灵充满。第四，伊要有上帝能力的灵充满。第五，伊要有上帝智慧，对世间所有的知识的充满。上帝是一个敬畏的灵，因为敬畏上帝，上帝的灵要充满伫伊的内底。第三节，伊讲起，伊要因为敬畏上帝来幸福。人要因为伊要敬畏上帝，来以上帝、以敬畏神为乐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敬虔的心。牧师只有将这7项表明伫恁的面前，愿恁开始去想，这7项物件对你的改变是什么？我要真正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策略、有能力、有财物，心中敬畏上帝，阁有敬虔。敬畏甲敬虔无同款。敬畏就是惊吓，伫上帝面前惊吓；敬虔就是安那尊敬。我要用圣洁的生活，用敬虔的生活，不偏不倚，无打折的生活方式。愿咱伫主的面前领受。今仔日咱第一个，咱决志要做一个属灵的人。咱常常伸出咱的双手，伫你安静的时，咱甲上帝讨。伫祈祷的中间，咱就当伸出咱的双手来领受，咱嘛当伸出双手，将咱的困难交予耶稣。
今仔日的礼拜讲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咱甲圣神讲：圣神，我学了你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伫我的内底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保守我，互我内面得到你的保守，心思意念无受搅扰。我不爱成做一个将我受气的人，我不爱成做一个真熬操烦的人，我不爱成做一个暗时困不去的人。主啊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保守我。这是咱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。第二个祈祷，咱要倒来到伫圣神内底祈祷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进入你的内心。拄则牧师有甲咱解说讲，咱的身躯是上帝圣神的殿的圣殿，但是伫这个圣殿内底有一个至圣所。上帝的圣神早就伫伊的圣殿内底上界圣洁的迄个所在叫做至圣所，伫至圣所的内底咧听候咱。所以伫圣神的内面的祈祷，伊最重要就是走向上帝的祷告。走进内心的祷告，所以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咱来带着敬虔的心，请用圣洁的状态来敬拜摇化咱的上帝。入摆你的内心，放落你的手机，放落你的其他的工作，专心安静。伫你的生命中间，要有一段时间是属伫上帝甲你单独的。所以伫圣神内底祈祷，就是一个专属的祷告。无别人，独独只有圣神甲你。你要讲互圣神听，圣神要讲互你听，然后圣神要将恁所讲的、交谈的这对话，伊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进入你的内心的时，你要伫你的心内来拄着上帝，你要看见上帝，你要感受到上帝。你讲主啊，我毋捌看过你，但是我知影你实在甲我三角地地。主啊，我毋捌看过你，但是我知影你甲我三角地地。咱的教会拜三的祈祷会，牧师真少用来讨什么？为什么大道？为什么大道？你来发现，咱20几年来，将近要30年，这个祈祷会其实是帮助咱进入上帝的至圣所，走向上帝。所以，咱的祈祷会上重要就是要帮助咱来学习操练一种安静的祈祷。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有安静，不要安静的父母就无法度养育出来会要安静的囡仔。一个不要听人祈祷的，一个不要听人讲话，安静袂落来。囡仔安尼咬念，有可能伊父母的沟通方式就是干那要讲互人听，无要听人讲。主帮助咱，所以伫圣神的内底祈祷是什么？就是进入你的内心。当你甲这个圣神有一个恋爱，当咱甲这个圣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，当这个圣神拥抱咱，当这个圣神完完全全加在咱的保守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不一样。现在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当你追求这个圣神的时阵，你的生命真正会无同款。虽然这个世间生活境遇同款，但是态度观念甲将来结果一定会无同款。你若相信，你搁甲上帝讲阿们。你会记得顶礼拜牧师甲恁讲旧约中间讲相信、信心，迄个字是啥吗？阿们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阿们的意思是讲，上帝我相信，你就是我一生的依靠。甲上帝讲阿们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我愿意。我愿意将我的主张，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内底这个 chaos、乌天暗地、混沌无明，连讲嘛讲不清楚。主啊，我愿意将这乌天暗地混沌交伫你的手中。除了你以外，无别人会通甲我厘清；除了圣神以外，无别人会通甲我帮助我，才建立一个思想甲特殊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所以，伫圣神的内面的祈祷包含敬拜，伫你的内心甲上帝亲近，你毋免讲话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的囝儿来找你，安尼就是一个祈祷。你有一个感觉，讲主啊，我安静落来就是要听你的声，你就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新的关系开始。
或者咱若无伫圣心内底祈祷，咱永远无法度成做一个享受上帝的慈爱的基督徒。咱若无亲近上帝，咱永远敢若咧听迄种足困扰的讲道，因为讲道充满责备，讲道充满要求，讲道充满真侪的假释。咱咧感觉讲道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困扰。但是当咱有圣心的时，咱感觉上帝的假释无过再是假释那点。上帝的假释是一个真大的怜悯。伊讲我的囝子啊，毋好阁行落去啊，因为头前的路是死的路。主帮助咱，所以伫圣经的内底就是甲圣经讲话，谈心对话。所以伫这个圣经内底，祈祷有三个面向。第一个面向就是上帝圣心的听你讲话，用主啊求你怜悯我。咱的教会最近咧学习一个祈祷，只有一句话祈祷：上帝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，求你怜悯我。列典语圣经中间早初代教会叫做 Kyrie Song，Kyrie 就是 Christ 基督，的 Song 就是怜悯我。真简单的一句话，唔免发出，你对心中主啊求咧，主啊救我，主啊怜悯我，上帝就听。所以伫圣经的内底祈祷，就是你相信上帝要听你的祈祷。第二，安静听上帝的声。上帝将智慧，上帝将计划，上帝将策略，上帝将解决问题的迄个亮光，伊就开你的心跳，互你开始真做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。或者安尼有了解吗？咱原本是一个伫混沌无明惊吓的中间，但是当咱安静落来时，上帝就甲咱讲：这个问题是安尼。啊，你唔免惊，这条蛇对只抽出去，这个结就拍开啊！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帝相信要将伊的计划心意、甲解决的策略能力，所以这就是拄则以赛亚第11章23节咧讲起，伊享受7种的灵和亚瑟的根基。除了这个圣经传统上咧有言，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间，要带有7种完全的。7种代表完全，7代表完全，所有一切的能力。伊讲亚瑟根基是指所有的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，所以伊毋是干那讲耶稣尔，伊嘛讲你甲我。所以今仔日礼拜咱甲上帝讨讲，上帝你伫亚瑟的根基，对你的百姓，所有的代代世代囡仔你所享受，就这7种的能力。所以当后礼拜你摕到牧师会摕到教会周报的时，恁会当将这7种给背起来，一种甲上帝讨。我若是一个戆人，你互我聪明；我若是一个无智慧的人，你互我智慧；我若是一个做代志无方法的人，你互我策略；我若是一个无能力的人，你互我能力。上要紧是最后迄项，互我有敬畏上帝的心。我一生真做一个享受信仰的基督徒。我心以耶和华我的灵、我的神为乐。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所以我一生的喜乐。我咱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讲：世间的起头创造的上帝，求你伫我生命中间所有黑暗混沌，你享受你的圣神，互我的生命充满特殊。这足重要。伫圣经内底祈祷真重要，就是互咱的心灵中间才会搅扰操烦，才会世俗捆绑。咱伫圣经的怜悯帮助中间，清明又有次序。咱的生命开始真做有一个有理性、清楚、有智慧的人，主帮助咱。所以伫这个祈祷中间，咱上重要就是甲圣神参详。亲爱的圣神，我的生命中间到底什么所在出问题？将你有问题的本性，将你有问题的心思意念，将你错误的主张，无说安尼讲，无代表恁有错误的主张，毋是，这是代表一个敬虔甲反省的祈祷。
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伫我的内面有甚物所在感察我？甚物歹所行也无？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的主张，互我有问题的本性，会当伫主你的面前成做一个清气的基督徒。所以伫圣心内面的祈祷，会带来咱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保罗讲。圣心啊，踮伫恁的内面，恁就会当参透上帝的事甲人的事。圣心啊，踮伫恁的内底，恁就会当顿悟参透上帝的事、奥妙的事，是你人生的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常常操练，安静进入内心，甲圣心讲话，用祈祷来亲近咱的天父上帝。所以最后，牧师要做一个结论。要啉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底，对无？你拢同意，你嘛拢真爱这句话。咱若要成做一个有圣心踮伫咱的内底，咱常常当享受伫圣心内底的基督徒。或者爱整理你的礼拜堂，礼拜堂若旧吼，就有足侪问题走出来。咱的教会若是即个普通时拢无感觉，若到透风落雨，遐流遐流遐流。啊，人到老的时阵哦，遐酸遐酸遐酸，咱开始有真侪问题，肉体的问题小看啦，较重要是咱的态度、咱的灵魂的问题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要亲像但以理，咱嘛要亲像犹大书所讲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我要尽心尽意尽力。尽心尽意尽性来起造我内心的礼拜堂，因为这礼拜堂是我甲上帝亲近的所在。主祝福恁，主祝福咱，主祝福咱的囡仔，主祝福咱的教会。保罗甲伊的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是一间互保罗足艰苦心的教会。所以哥林多书内底有真深，恁来注意看，特别是哥林多后书，恁会发现这间教会是一个互保罗真艰苦心的教会。伊讲我真心将上帝道理甲恁讲，啊，恁该去听遐个543个外面遐假先知的声。保罗真伤心，但是保罗伊无失去恶望。保罗佮该劝勉因讲，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礼拜堂。圣心要对天、对上帝遐来踮伫恁的内底，这是今仔日咱同齐的祈祷。主啊，你的圣心搁一摆，主啊，你的圣心充充足足，你来掌管。我也要将我的心来交互你，你的圣心要伫我的内底来掌管。犹大书伊最重要的讲起初代教会无敬虔、属血气、无圣心，这几项书。恁若今日搁甲即个犹大书做伙读，恁会当发现，不但读到犹大咧考考咱的灵修的3个要领，伊嘛会当提醒咱毋通做一个无敬虔的基督徒，毋通做一个属血气的基督徒，毋通做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，毋通做一个否定圣神，将圣神赶出去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主帮助咱。因为圣经讲，人若无用清气的心，就无法度见到清气的主。你若要啉清气的水，就要摕清气的杯仔来底。咱若要见上帝，咱就要常常用敬虔的心。这就是7种的能力中间最后一个。敬虔的人将以神为乐。敬虔的人，以赛亚11章第3节，伊讲起。伊亚瑟根基，因要因为敬畏上帝来欢喜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要离开礼拜堂进前，咱每一个人拢对上帝讲阿门。今仔日咱要离开礼拜堂，咱每一个人拢对上帝讲阿门。上帝，我伫礼拜堂内底做礼拜，我听到你的话，我要离开教会，过来就是拜1到拜6。主，互阮伫拜1到拜6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、属灵的基督徒，互这个世界看到上帝你的圣神甲我三甲伫底。阿门嘛！咱同心来祈祷。
主求你怜悯阮，主求你怜悯阮。阮真正较无会当互你欢喜，诚做你光明的家己。但是主，阮的内心有这种的决志，却是阮感觉有真多时阵，黑暗的关系对阮的搅扰，致到阮欠缺这种德性的开力。至圣的上帝，你帮助但以理；至圣的上帝，你呼召雅各甲犹大；至圣的上帝，你伫今仔日，你嘛赎回阮，用耶稣基督的听来赎回阮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当心决志讲：主啊，阮要做一个属上帝的囝子。这是阮诚心实意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